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苏瑜文。经营100年糖厂的石鼓文创又有新的创新，这回邀请法国艺术家亚历山大·李维驻村推出互动式的音乐艺术装置，也就是将音乐和园区的五行圣树结合，同时将刻有画作的8个木质砧板导电，让民众用触摸拍打来感受植物之间要传达的讯息，相当特别。根据科学报道指出，植物虽然无法发出声音，不过透过种子、树叶等发出震动，彼此之间就可以连结。这种观念也引发法国艺术家亚历山大·李维和石鼓文创的驻村计划再次合作，在园区当中的五行圣树发表可以和观众互动的音乐装置艺术。透过大自然和艺术的结合，让树中有乐，乐中有树，相当特别。其实生物、植物当中，它是可以透过人为的一些动作，或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个影响，可能是气候或是一个接触，所产生不同的一个反应。那呢，李维老师就把这样子无形的反应，透过具象的一个画面来呈现，将这个无形的东西呈现在一个木板上面，做一个有形的具象呈现。那呢，将声音的部分呢，透过这个电子音乐的合成，来将这些声音来做一个具体的展现。那所以呢，进到园区的观众朋友呢，都可以透过与这些装置艺术的互动，那呢，透过这一个互动之后呢，所产生的声效来跟原本的场域的声音来做一个结合，来呈现一个自己的一个创作作品。互动式的音乐装置艺术结合音乐家现场演奏，加上和魏武营国际艺术中心合作，将刻有画作的8片木质砧板导电，民众可以触摸和每一个木板互动的声音混合，来感受不一样的音乐效果。这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应该就是石鼓这边，其实它有很好的天然的空间。那这等于说它这个装置物就是直接是在一个更自然的环境下面来呈现。那我是觉得，以这个艺术家来讲，他做的每个作品，其实在不同的场域空间的时候，就会有让民众有不同的感受。那在我营其实是一种感觉，那在这边的话，又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该展览唯一一场演奏将由在地音乐家演奏李维所创作的音乐曲目，带给大家全新的感受。记者郭文吉、何乔芳台南报道。每年在后壁金寮田区举办的台南好米季活动，是行销推广台南好米以及米食的重要活动。今年特别与人气赖贴图猫猫虫咖波合作，打造最吸睛的咖波稻田，用心行销，让台南好米被更多人看见。人气赖贴图毛毛虫咖波出现在台南后壁的稻田，吸引许多年轻朋友打卡照相。台南是全国重要稻米产区之一，每一年办理的好米季行销活动更是不断推陈出新。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到稻田文化产业，今年特别与人气贴图毛毛虫咖波合作，打造最吸睛的咖波稻田。能够借着这个活动能够带动后壁以及大兴区的很多观光，希望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产业行销，还有农村文化的行销，能够带动新一波的许多观光潮。台南主要稻米产区包括白河、关田、柳营、后壁等区，希望借由好米季的举办，吸引游客亲近并走入农村，了解稻米产业，并且进一步带动观光。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坐落在哈马星的鼓山第一公有市场，是高雄第一座的现代化传统市场，曾经繁华一时，但随着人们的消费习惯改变，市场的经营也面临挑战。虽然高雄经发局积极协助市场活化，但实际成果仍有待考验。早上的传统市场就像长辈们的生鲜超市，来逛市场的客人年龄层偏高，来客数不多，以本地的居民为主要客群。他们对这里已经熟得像是自家的后院，每天都来逛逛早市买菜。因为人口老化的关系，这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踪影。那阮这个传统市场渐渐就没落了，渐渐就变做人潮较无啊。所以讲直接要经营传统市场是非常的困难啊。我是希望咱金华市会当好好的规划。来，阮这个传统市场古一第一公有市场会当看，会当
再造起来。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来鼓山第一市场走走，高雄市经济发展局也积极创造商机，邀请地方文创品牌打狗严选，一起为没落的老市场注入新活力，设计新摊位来提高市场机能。但传统市场需要的不只是置入流行的行销概念，里长也呼吁真正看见地方需求。变做买物件，就是等于买咧，就当随食，唔免搁去煮，因为老人家可能搁要煮，年岁愈来愈衰，会无方便。我是希望咱这个打狗严选会当去规划迄个时间点，和咱传统市场来结合，迄个时间一定要结合，唔通恁传统市场做会使啊，你打狗严选的时摊商是做下晡，安尼时阵要来带动，可能有困难。他们现在目前都是卖一些农产品啦，我认为说农产品不适合这边的传统市场，因为我们这边是传统市场，都是卖一些生食的东西，熟食是很少，所以希望带动农吃的东西、熟食的方面进来比较多。曾经繁荣一时的鼓山第一公有市场虽然荣景不在，但也因为岁月的关系和地方居民培养了深厚的感情，期许在市府和民间的力量下，重新找到再生的舞台。记者邱玉婷、关梦如高雄报道。从民众配合政府注射疫苗后，陆续都有传出许多的副作用。就有一名22岁的女大学生，在施打第3剂疫苗的几天后，全身出现严重红疹，奇痒无比。后来经过奇美医院治疗，才明显改善。根据奇美医学中心皮肤科医师庄秀珍表示，一位22岁女大学生健康情形良好，也没有用药物习惯，却在今年4月施打第3剂疫苗以后，全身高达70%都出现会痒的红疹。虽然去诊所用类固醇治疗1个多月，不过都没有明显效果。最后来到奇美医院，医生证实是疫苗副作用。市面上有的疫苗大概就分着几个种类嘛，就是 mRNA 类的疫苗，或者是病毒载体的疫苗，或者是蛋白质类的疫苗。那以这些疫苗来讲，其实国外的文献统计发现，就是说 mRNA 类的疫苗，就是包括 BNT、莫德纳，其实它的发生副作用的几率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的。对，那 AZ 就是病毒载体疫苗的话，它的发生率稍微会比较低一些。对，应该是说某一些特殊状况，就是说病人他假使本身就是有一些 underline 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他本来就有一些肝炎，本来就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啊，或者说有一些过敏的体质，他在打这些疫苗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先咨询一下医师，看适不适合去打这个疫苗。医生表示，这种因为疫苗所引发全身性皮肤起疹的副作用，在国内外不到10例，而且使用到免疫抑制合并类固醇治疗，也是国内首次疗法。不过，医生强调，这种药疹副作用非常罕见，民众不需要过度担忧。记者郭文吉、林银庚台南报道。高雄市长陈其迈率领市府团队出席鼓山鱼市场的开幕典礼，见证旧址的亮丽变身，美丽夕阳紧邻海港第一排。就有市场经过更新改造，焕然一新的环境，集结各式商家、摊车、餐厅以及展售高雄优质农渔物产的展售中心，相当值得一逛。高雄市长陈其迈率市府团队出席鼓山鱼市场开幕典礼。陈其迈致辞时，感谢行政院农委会、交通部观光局、渔会以及民意代表们奋战不懈，一棒接一棒，大力支持高雄建设。本来1亿4我们市政府出6000、8000都是这4位这样奋战不懈一棒接一棒动用他们的国会的那个影响力能够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陈其仲主委还有交通部能够这样给我们高雄大力的一推。那第3个我要感谢我们的议会包括蒋万忠议员、还有李小鲁议员、还有经验议员在议会，其实这件事情他们也非常的关心这在地人拢知影讲这个所在呢，让它变成观光的所在会截然不同。所以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议会的先进能够支持。第4我要感谢啥呢？感谢咱的里长。为什么要感谢里长呢？咱家初步安尼还可以啦但是咱这个海岸这边这个改造，拢咱里长陪伴，我足感动的，因为要做一件代志集地，你还在跟地方沟通。我们里长就是在我们地方来讲，关心我们地方发展不仅在我们
们很多打疫苗政策，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观光的发展，还有这个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建设，都给我们最大的帮助。重视感情与文化延续，陈其迈以盐城第一公有市场为例，说明93年感情所在，强调保留在地特色与情感，融合新元素，让高雄蓬勃发展。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跟我们那个盐城第一公有市场是一样，这有我们的感情在这里。93年，有的人你甲听，但阮感觉讲这个所在甲咱的本咱的理事长来讨论讲，这个所在是一个真有感情的所在。93年，大家人共同的感情有这样，所以阮认为讲，把伊上重的元素把它保留，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高雄市，包括第一盐城公有市场也一样。我们不希望说我们做一件建设，把旧的拆掉，新的来，把旧的人赶走，新的来，这样不对。我们要保留我们在地的这个特色，在地的感情，然后再有新的元素，能够让我们高雄继续蓬勃发展。鼓山鱼市场焕然一新的环境，集结各式商家、摊车、餐厅以及展售高雄优质农渔物产的展售中心，现场人潮络绎不绝，气氛热闹欢乐。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救国团聚光计划圆梦平台里有着多位学童纯真的小小梦想，他们需要的可能只是一支笔、一本学习字典或是一台小电扇，来帮助家中辛苦的长辈。透过爱分享计划，媒合爱心企业，一起来帮助孩童圆梦。小朋友专心拼凑着小积木，一旁陪伴教导的大人是救国团及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成员。为了让受到帮助的学童了解珍惜善心企业提供的物资得来不易，透过手做的成果来完成礼物的交换，圆了孩子的心愿梦想，也从做中学，体会自己努力完成才能达成愿望。每一年的话，我们都是会结合这些我们的社会上的有新的慈善团体或者社福团体，一起来结合帮助学校的弱势。那其实不管是在偏乡还是在我们的市区，都有弱势的小朋友的存在。那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请学校愿意帮我们，就是找出这些小朋友来。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先透过一些手作活动，让他们，然后透过手作活动，让希望他们用自己的劳力来付出，来得到这个愿望礼物。那得到这个愿望，那写好心愿卡以后，我们再帮他去找善心人士来交换。那最主要就是让小朋友获得让他许愿的机会，但是他又并不会觉得说这天下有白吃的午餐，让小朋友都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温暖以及爱心。救国团从107年起就推行爱分享聚光计划公益活动，让只要是有需求的弱势学童，透过圆梦平台填写心愿卡，希望更多爱心企业来共襄盛举，尽全力让只要小小愿望的孩童梦想成真。高雄市全部的国小有弱势的小朋友，不管是小朋友需要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都需要服务到哪里，需要帮助小朋友，我们的这边我们都尽量给小朋友满足他们的希望。然后知道救国团有这个爱分享的活动，所以带入这个资源给内惟国小的小朋友部分。然后其实校长部分我们那个校长部分也是蛮支持这一块对小朋友的弱势的部分，所以我们强力的推荐在内惟国小这一部分。然后也有我们经过我们的会长也是支持，全力支持，把所有资源都给我们这些需要的学生部分。因为我本身小孩子也是读内惟国小，所以我也知道说他们班或者是其他同学有蛮多弱势的同学，他们就读上面也很辛苦，所以希望借由今天这样一个契机，虽然今天是救国团跟同济会的一个善举，但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爱心的企业纷纷能够投入这样子的一个的爱心照顾，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孩童因为我觉得百年树人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能够今天这件事能够抛砖引玉，能够引进更多的爱心资源，能够照顾这些孩童。救国团爱分享聚光计划不仅在市区推行，同时也深入到全国偏乡地区，希望聚集社会大众爱心，呼应成长中的学童小小需求，鼓励努力学习，一同来完成梦想。爱分享聚光圆梦计划。记者李嘉龙高雄采访报道。翻
番薯期中继空间艺术再现计划，透过艺术家驻村，将荒废空地转化成各种艺术形态以及艺文活动场地。策展单位这次特别邀请到芬兰旅台美食创作者静阳，与台湾厨师钱秋梅合作，推出妥协料理餐会。而为什么会叫妥协？透过报道一起来了解。来自芬兰的金阳，因为在台湾从事行销工作，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但不管再怎么爱台湾，有时还会想念起自己故乡的好滋味，于是就开始自己动手做菜，慢慢的也培养出了对料理的兴趣。而且在做菜的过程中，他还发现许多台南的小吃与欧洲菜有那么一点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味道。我个人蛮喜欢西班牙料理，那我待在台南很久了，然后发现台南的那个虾仁饭其实很像我们欧洲人喜欢做的，然后我就把一些台南传统食物的元素跟那个西班牙料理放在一起，这样子。那你本身是学生嘛？在台湾来台南读书的？工作对，工作跟学中文。哦，本身就是做厨师这一块？不是，是做 marketing。对，这是做菜是我的爱好，这样子。毕竟是外国菜，有些餐点的用料并不是这么容易取得，这也让静阳不得不妥协。这次特别与台湾好友厨师钱秋梅合作推出妥协料理。14日在番薯期中继空间举办共享餐会。芬兰的艺术家，他用他芬兰的料理加上台南在地的食材，做出一道道的妥协料理哈，那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特色。可以说用在地的食材，但是他吃到是国外异国料理的一个风味。想这一次非常谢谢蔡佩璇策展人，那在这里用他的这样一个狭长型的空间，但是展出很多不一样的一个策展的手法。第一次的共享餐就是用妥协料理。那妥协料理我们邀请来自芬兰的一个应该讲旅行的游者哈，然后他们怎么样子在这个地方适应我们台南的这块土地，然后因为可能在生活上有点水土不服，所以他开始把他平常可以就是旅行的经验这些料理跟我们台南在地食材以及他吃到的一个体验去做一个整合，然后再跟他的好朋友哈，就是我们台南的家庭主妇钱妈妈哈，然后一起做整合，然后出我们的妥协料理。番薯期中继空间邀请艺术家进驻，举办各种艺文类型的活动，希望能吸引更多民众参与讨论文化聚落与都市计划的议题。而这次受邀参加餐会，同时也是这次插画展的作者克里斯多，也说出了他在这设展的感想。这里有非常多的旧城跟一些很巷弄的一些迷宫，然后我非常喜欢这种台湾非常就是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很幸运刚好可以在很喜欢的番薯期的这个旧城区做展览。那这个展览呢，大家可以看到说有很多的伞，然后其实主要的是因为我是觉得说像这些台湾非常有特色的一些旧城区，应该是要以它原本的灵魂跟形式去长出它新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把我的画当做一个点缀，然后就是像一个伞，一朵一朵的花开在这个就是有点像是旧的地方，就是有点废墟的地方，可是它长出了新的生命，然后一朵一朵的绽放。因为在番薯期中继空间的展览大受好评，策展单位特别与插画家克里斯多商量，最后决定将展期延至11月底。所以还没看展的朋友，千万要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身心障碍者因为心智认知的能力受限制，容易产生情绪，造成家属及社工照顾上的压力。台南社会局首次和马场合作，从和马匹的互动开始，进一步推出骑马等体验，甚至是马术治疗的观念，希望创新多元的服务，让身障朋友受到帮助。在市府西侧广场突然出现许多马匹，相当醒目。不过详细一看，骑马的都是身障者，他们在专业人员协助，因为肢体不协调，要上马有一定程度的障碍，所以面对一直犹豫畏惧的，就需要耐心和鼓励。由原台南市立马术场的经营团队所成立的台湾马乐活山庄，为了推广骑马的乐趣，一直用免费体验来回馈社区。
这回更首次和社会局合作，从替马匹刷毛、降低敏感互动开始，加上长期研究来看，马术就是一种复健治疗。不管是身心障碍还是身体障碍的，其实跟马匹的接触那种互动是很好的，因为他们比较跟人互动比较不 OK， 但是跟动物的互动，它可以渐进式的。譬如从一开始的，他们一开始看到马是很兴奋，但是是害怕的，因为马毕竟比较高大。但是他们慢慢接近的，从他们帮他刷毛，我们一早来也是让小朋友让他们去接近，让他们去刷毛、摸马，然后再来喂他们吃红萝卜，然后再来让他体验上马。那体验上马是这样子，小朋友都想要上马，其实他们今天来的都是大朋友，他们都想要上马，但是他们肢体上有一些不太协调，上不去。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多一点耐性跟等待。所以他们其实社会局他们是很贴心，他们让一般比较不敢上马的，他们还是有一些比较过胖的，他们就是让他上马车，马车来以后他们就可以骑马这样子。就因为看到身障者和马匹接触以后的互动良好，所以台南市社会局利用公益彩券回馈金当中的正向支持服务计划，来和马场合作，邀请6个单位50位身障者陆续来体验。社会局其实有发现说，我们有非常多的身心障碍朋友，其实在社区当中，他可能因为他的疾病或是障碍的关系，他在跟人的接触上其实会有一些困难。那沟通上的困难就会导致他们有一些严重情绪行为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社会局在110年开始，我们就有一个严重情绪行为身心障碍者的正向支持计划。那这个正向支持计划，它其实就是用比较尊重的态度，我们需要用比较多元的方式去观察这些障碍者他们说不出来的议题是哪些。那透过这样子的观察，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一些比较减敏感或是比较正增强的方式，去引导他们用正确的方式表达他们的需求。那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办理这个就是马术体验的活动，其实也是有发现，就是在我们过程当中有发现，其实像是以自闭症或是说脑麻的孩子，他们其实在跟人的互动上相对而言是比较困难的，可是他们在跟动物的接触上其实是非常自在的。台南市用创新骑马的方式来服务身障朋友，设计多元活动来刺激，相信对改善情绪行为、减轻家庭照顾压力都有正面效果。记者郭恩吉、林英庚台南报道。以前在庙口或夜市里，常会看到打弹珠换香肠的小摊贩。左营星光社区关怀据点就安排了一堂课程，里长特别买来一个弹珠台，还准备了香肠、黑轮等奖品，让长辈们大玩特玩。不少长辈都大叹小时候没玩过，现在终于玩到了。我们等一下要进行弹珠台比赛。那有很多的奖品，160分以下的话是最小奖，240分以上是最大奖，可以得到一整包饼干哦。好，准备，比赛要开始喽！打弹珠比赛开始，长辈一手抓着弹簧钮，将弹珠弹射出去，经过铁钉障碍物，最后掉到方格里，可以得到1到20不等的分数。10颗弹珠累积起来，有人打到100多分，有人只有60、70分。打到那个一个弹珠最高分的，最高15。打到1分或3分呢？没关系啊，乐趣啊。这个是里长给我们的福利。我练呢，我大家运动在练呢。都很要生这个打棒珠的东西呀。2轮比赛完成之后，按照分数的高低，里长颁发奖品给长辈们。另外，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奖品就是香肠和黑轮。因为以前在庙口或夜市，常会看到打弹珠的小摊贩，花几块钱打赢老板就可以换1根香肠。长辈边玩边想起这样的场景，也大叹以前都没有玩过。拢唔捌算过，可是会算过的啊。较早细汉是歹命囝啊。打弹珠其实都是我们这些老宝贝他们年轻时的记忆，或许就像刚刚长辈他们讲的，他们都没有玩过这些东西，可能是家里面比较困苦，但是年轻的时候羡慕别人，现在就让他们回味这个打弹珠的乐趣，然后也可以获得这些奖品。打弹珠不止好玩，回味童年，还可以训练长辈手指抓弹簧钮的力道，还要动脑算数，把10颗弹珠的分数加起来，算是动手又动脑的益智游戏，可以延缓失能失智。手的力道上面跟他们予以训练，就是手的拉力，
会让他们的那个身体的机能会更好，这样子。来这边很高兴啊，这个来家大家都很好啊，要我们回味童年。对对对，所以他很照顾我们这些长辈。长辈用不同的力道把弹珠弹出去，眼睛在紧盯着弹珠会掉进哪一个分数的格子里，紧张又刺激。里长特别安排这项古早味的弹珠台游戏，让长辈一玩再玩，回味童年。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以上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苏瑜文，我们下次再会。